the strength to carry on, and you cast your fears aside, and you know you can survive. So when you feel like hope is gone, look inside you and be strong, and you finally see the truth that a hero lies in you. Lord knows dreams are hard to follow, but don't let anyone tear them away. Hold on, there will be tomorrow. In time, you'll find the way, and a hero comes along with the strength to carry on, and you cast your fears aside, and you know you can survive. So when you feel like hope is gone, look inside you and be strong, and you'll finally see the truth that a hero lies in you. That a hero lies in you. That a hero lies in you. There's a hero. If you look inside your heart, you don't have to be afraid of what you are. There's an answer if you reach into your soul, and the sorrow that you know will melt away. And then a hero comes along with the strength to carry on, and you cast your fears aside, and you know you can survive. So when you feel like hope is gone, look inside you and be strong, and you'll finally see the truth that a hero lies in you. It's a long road, and you face the world alone. No one reaches out a hand for you to hold. You can find love if you search with
inside your heart. You don't have to be afraid of what you are. There's an answer if you reach into your soul, and the sorrow that you know will melt away. And then a hero comes along with the strength to carry on, and you cast your fears aside, and you know you can't survive. So when you feel like hope is gone, look inside you and be strong, and you'll finally see the truth, that a hero lies in you. It's a long road, and you face the world alone. No one reaches out a hand for you to hold. You 我们礼拜即将要开始啊，请将我们的手机调整为静音，或者是关机哈。我们专心要来仰望我们的神。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的智慧无法测度。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请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站立，我们要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蛮有能力，恩典充满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用诗歌来赞美他，我们一起拍掌。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我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
永留在我们心中。我们要大大来赞美我们神，将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神。哈利路亚！阿门。弟兄姐妹们，请坐。感谢赞美主，主他永远与我们同在。虽然有时我们弟兄姐妹们是不是有觉得彷徨无助，有时候孤单，不知前方的道路要怎么走，但是我们要记得，主耶稣他依然爱着我们。你愿不愿意将你的重担交托给神呢？有时候我不明白，为何苦难在生命中，为何你不将它抹去？漫漫长夜无尽，有时候我不知
远不灰心，因为主就在你我的身旁陪伴着我们。我们要时刻记得主的爱在我们的当中，因此我们能够勇敢地向主来说：主，我愿意，我在此，请你来差遣我。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
在你怀抱中。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我们同心来祷告。是的，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永远躺在主你的怀抱当中，领受父神你的爱。主啊，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会面对很多的困境，我们会面对很多我们从内心无法讲出来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主你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只要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内心的话跟主你来讲的话，主你就要用你的爱来释放着我们。我们确信我们的生命就是主你所掌控的，我们的生命是主你来为我们计划的。在我们无论面对任何环境的时候，主啊，我们再一次高举主你的名。主啊，我们要降服在你的爱里面。我们恳求父神，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每一天浸泡在主你的话语里面，让我们每一天在主你的慈神爱所里面，我们领受父神你满满的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着这样得着平安，得着喜乐。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父神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本来陈牧师，陈牧师来，牧师来给你来报告，来接好了。我们要先来奉献好了，好，那我们先来奉献哈。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哦，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慈爱的天父，我们要在这里献上我们的感谢，感谢主你让我们依然有这么好的一个时间，可以来到主你的殿，一起来敬拜主你。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困难，也有很多的不如意，不管是在身体上面，还是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上面，都有许多需要主你降下你的能力与大能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知道主你是蛮有能力、蛮有力量，要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出你的荣耀。我们感谢主，求主你能够帮助、带领、引导我们，更能够了解主你的话语，主你对我们的美好安排。我们现在要献上我们的时间、金钱与才能，为主事工所用。这样子祈祷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请坐。那我们请陈牧师来报告。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我们要来一起来报告。好，那我们首先今天的金句是在马太福音22章的37到40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请。耶稣说：“你要全心全情全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诫命。第二条也一样重要，你要爱邻人像爱自己一样。摩西全部的法律和先知的教训，都是以这2条诫命为根据的。”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好，首先我们要来欢迎庄德章牧师还有秀娟师母能够回来迦南教会，我们拍手来欢迎他们。秀娟师母，庄牧师，那他们是1996年的8月在迦南教会就任，好，那服侍到2003年，好，到美国去进修啊，好，所以这段期间带给迦南教会许许多多的成长啊。好，那刚才在上一场礼拜有介绍庄牧师，好，那他很像一个神学的老师啊，好，那训练长职要讲道，好，那也把我们教会的4楼的教室改成一个讲道的准备室啊，好，让我们的长职同工都能够在那边来接受讲道。好，那在20年前啊，庄牧师因为去美国进修，好，那心脏这个开刀，好，那后来这个庄牧师就一直训练师母好，能够来接受装备好，那我在想说，如果庄牧师继续还在迦南教会的话，我们可能所有的长子通通都变成博士因为牧师娘也已经变成博士所以感谢主他们把他们在这里的心血好，让能够跟我们来分享那庄牧师他有他的博士论文教会领袖栽培、长老教会增长、永续经营之要这是他的博士论文好，里面有以迦南教会为例好，那他赠送给我们教会的长职好，但是数量不多，只有30本好，那也欢迎长职，如果你有已经还没有的好，你也可以来索取那也欢迎自由奉献，如果还有多呢，也可以给我们弟兄姐妹那另外呢，庄牧师师母他们去美国进修，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学习，就是学习从神形象来探索自己。所以昨天晚上也在这里有一个信徒讲座，好，那很多弟兄姐妹来都非常得到帮助。好，你能够认识自己，好，你才能够去认识神。好，你认识了自己，才知道上帝把你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爱样子好，才能够去爱人，去爱神，才能够去服侍。好，所以这个讲义呢里面有非常几乎是20几年来牧师师母他们在美国、在台湾、在各地服侍经验的累积好，所以他还有60好，上一场好不晓得还剩几本好，还有60本好，那一本的这个印刷费是200块好，所以师母牧师他们就是来跟我们迦南教会来分享好，总共只有100本好，所以也欢迎弟兄姐妹好，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好，那也可以来在等下礼拜后好到隔壁49号来登记来购买。那我们在领袖高峰会完成之后，我们还有书展，好，是校园书房的书展好，那总共本来有20几套的书好，那现在剩下不多好，所以如果弟兄姐妹好对这个书呢有兴趣的，好，也可以在把握今天最后的1天的时间，好，可以去来挑选选购。另外，我们的临时会员合会呢，今年是在9月18号教师节，好，后来被立法院改成连续假日好，但是我们那天还是会举行这个临时的会员合会，好，所以也请弟兄姐妹好能够来注意这个时间。那么目前呢有长老的候选人有9位，执事的候选人好，推荐的有15位好，那我们要选出3位的长老，然后18位的执事都公告在49号1楼的布告栏。好，那如果对这个公告的名单好有疑义的呢，好，也请在8月30号以前向小会议长，也就是陈牧师来提出好，如果你觉得我怎么没有被推荐选执事，好，也可以来跟牧师来提出好，那如果你会员要请假呢，最晚在开会的前一天，9月27号礼拜6以前要来完成请假。那我们的爱餐7月、8月已经暂停2个月那已经也准备好在9月份即将要恢复。好，那最大的改变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20元好每个人爱餐
好，那这个因为我们会把我们的爱餐呢，过去的用餐好改成用免洗餐碗的方式来进行。好，那很多人会不了解说为什么要用免洗餐碗，为什么这样就不环保？好，那因为经过我们的讨论评估，好发现，好虽然没有用免洗碗筷啊，但是呢我们要洗碗要用水，还要用什么洗碗巾？好，然后用完洗碗巾还要再有人力去清洗，好，然后每次要用之前还要有人再去先洗过一次。好，所以要花水，要花这个洗碗巾，然后还要地上还要有人清理整理，好，然后呢还要再去用烘碗机，好，那这烘碗机又非常的老旧哦，好，可能在庄牧师那个年代就已经在用到现在哦，好，也相当的耗电，好，所以评估下来呢，好，我们决定用这个免洗碗，好，因为这个垃圾量不会很大，而且台湾的这个回收的非常的进步，所以这些回收的餐具呢，好，其实它都不会造成环境太大的破坏和影响。好，那但是呢，就是我们每个人20元，好，要自备零钱，好，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爱餐呢，好，这个教会的成本，好，我们都是叫外面的自助餐店送进来啊，好，所以一个人大概要65块啊，好，所以就算你付了20元啊，教会还要替你付多少钱？45块啊，好，但是说我这个吃起来不太像65块，好，因为我们就是大家一起分享啊，好，但因为它还要有运送啊，还要有来这边清理，好，所以如果你只有100块怎么办？没有20块怎么办？你可以去找另外少4个人，今天我请你吃饭，请你吃爱餐。如果你身上只有1000块怎么办？你再去找19个人，今天我请你们小组大家来，我请大家吃爱餐。好，那但是呢，这是让我们的工作人员能够方便啊。好，那也让我们能够珍惜好这些上帝给迦南教会的资源。好，那么爱餐时间是从11点半到12点半。好，那么60周年的创作的投票呢，已经在这个礼拜已经来投票完成。好，非常感谢这些投票弟兄和姐妹。我们也会在8月31号的台语礼拜中会来公布总成绩哦。好，那也会把这些3首的创作诗歌，好，然后能够继续在庆祝60周年，好，能够一起大家都能够来唱熟。透过这些诗歌呢，能够来为迦南教会庆生60周年生日快乐啊！我们也拍手来谢谢这些参与诗歌创作的弟兄和姐妹们，非常感谢你们的参与哦。那我们在礼拜3有这个社区讲座，是线上的，好，叫做 Me Too， 不只是 Me Too， 好，那他在讲关于性骚扰，好，那所以这在教会，好，在社会还有在机构当中啊，其实都很重要，因为现在政府的性平法呢，好，非常的严谨哦，好，所以如果一不小心好说错的话，或是会错了意，或是一个不小心的动作，都有可能去触碰这个法律啊，轻则罚钱，重则就要被告，好，甚至要被判刑，好，所以我们都需要能够知道，好，那这个礼拜3的上午，也欢迎大家能够上线来参加。下个礼拜天我们有孝亲主日，好，那我们有欢迎祖父母可以带出孙子孙女一起来参加孝亲活动。那目前还有16个名额可以来报名。好，那跟祖父母配对成功呢，还有加码赠送的礼物哦。好，所以欢迎大家好，在下个礼拜这一场第2场礼拜的时间。那说牧师，那这个下礼拜这场时间，我们可不可以请假？好，不要做礼拜，跟孙子可以好一起可以欢迎一起去参加孝亲主日。好，带着你的孙子孙女，好，能够透过这个活动，好，能够拍照做一个手作，然后可以把这手作带回家。好，虽然没有常常跟孙子孙女在一起，但是呢，可以透过这个手作呢，好，能够祖父母之间呢，能够关系越来越好。我们的志工呢，在8月30号礼拜天，好，有一个教育训练，讲到夫妻、亲子、婆媳关系的经营和技巧，好，是林云谦心理咨商师，好，如果不是志工，也欢迎弟兄姐妹来参加。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的周报第4页有一个幸福巴士，好，那这是救助协会，好，他们在8年前推出的事工，就是幸福巴士送暖到你家。好，那他们是集结20几家的在社会的企业主啊，那他们赞助好各样的资源，好，那每一年这个幸福巴士好大概都要花费募集数百万好的这些资源，好，然后来帮助好在这个全台各地的教会，好，那今年好他们特别呢跟我们迦南教会会在明年的1月3号礼拜6。好，早上会到迦南教会。那它的对象呢，好有5种，好，在我们那个第4页有写啊，叫做病穷孤老残。大家说一次，
病穷、孤老、残。好，所以在我们的身边，不是只有教会内好生病的、贫穷的，或是独居的，好，或是年老没有人照顾的，或是他行动不便的，好，都可以来邀请他。总共我们的教会会有30个名额。服务的内容呢是从头到脚，好，他请曼都的发型设计师好来重新打理，然后呢这个牙医师好来做口腔的保健，还有整理，然后呢还有从这个头、帽子、衣服、外套、裤子、袜子到鞋子好都会量身来定做，好，所以他要事先来量他的体型 size 好，然后会在1月3号那一天好让你全新的人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好，所以欢迎在弟兄姐妹当中，好，你所认识的，好，或是你所知道的，好，来可以跟我们的总干事，好，牧宣，好，来推荐来报名，好，那么最后会有选出30位的名额啊，好，能够来让幸福巴士送暖到迦南，好，送暖到你家。好，另外呢，9月6号有福音茶会，好，那。今年的福音茶会呢是在9月6号。我们先来看一段的影片是今年春天好的福音茶会，叫做春丽嘎挂。秋天就什么？秋丽嘎挂，好，秋丽嘎挂。好，我们来看这段的影片。好，这是今年4月份的福音茶会的回顾哦。那我们在4月的春丽嘎挂呢，好，我们原来预计有50位好的 best。后来大家报名非常踊跃啊，所以总共有80位的 best， 就是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好，那加上这些邀请他来的这些陪伴关心好的同工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有130多位啊，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温馨也一个非常精致的一个福音茶会哦。那也透过这个每个弟兄姐妹安排事先预备的生命故事、见证分享。让他们能够听见耶稣在他们生命当中所带来的改变还有转化。好，那同样今年我们也会在下半年9月6号，我们也会继续用福音茶会见证分享，能够来带领更多弟兄姐妹能够来认识神，能够领受平安哦。福音茶会非常重要，就是呼召，能够在这个呼召当中能够鼓励人打开心门来接受耶稣啊。那在今年的4月，许多弟兄姐妹他们都回应呼召，接受耶稣成为救主。那我们也希望能够继续来邀请这些弟兄姐妹，能够来接受耶稣，能够进入到教会，能够来领受一生最美好的祝福。那今年9月6号的福音茶会当天呢，正好就是农历的农历7月15是中元普渡啊。好，那在去年我们看到我们桃园还是一个非常在中元普渡啊，家家户户啊，大街小巷啊，都会摆出祭品来敬拜好兄弟和鬼神啊。好，还没有认识这位造天地的主，还没有认识这位赏赐生命气息的神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在今年的普渡中元节好的那一天，我们可以来邀请这些福音朋友，让他们能够来听见福音，让他们知道，当他们生命当中有了耶稣，他们就不要再去害怕鬼神，不用再去侍奉好兄弟，不用再做牛做马，被捆绑，被拘禁。所以也鼓励大家，我们可以把握这个还有2个多礼拜的时间啊，能够来邀请我们身边的 best 这些福音朋友们，能够来接受耶稣。那最重要就是陪伴者，你能够成为他的属灵的同伴，成为他的代祷者，为他来守望。所以这些 best 其实他们的心或许都已经预备好，那需要有人来鼓励他，邀请他。所以我们也可以请大家能够透过小组当中能够来分享。这是使用满福宝的7重祝福，
然后带给每一个人身心灵上面的都能够领受平安，也教他怎么样能够在短短时间当中就能够来祷告，就会学习，并且更重要就是让他知道他要持续的来教会，他要接受来上课，能够成为做上帝的儿女啊。这是今年4月26号的春丽嘎卦。好，那今年9月6号，我们有9丽嘎卦，能够有上帝的100分的恩典，在每一位 Best 福音朋友、新朋友的身上。我们一起拍手，把荣耀来归给神。好，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说，今年的秋天我们要9丽嘎卦，今年的秋天我们要9丽嘎卦。盼望我们能够透过这一次的福音茶会，能够带领他更多的 best 这些的福音朋友能够来进入教会。那我们的生日助学金呢，申请到9月7号截止。那需要新眼光纸本的弟兄姐妹，请记得上线来登记表单。那我们的在春9丽嘎卦之后呢，我们会邀请我们的福音朋友能够继续来上我们的 A1 的装备课。如果你已经上过 A1 纪要真理，就可以接着来上 A2 的长大成熟。都是同一天9月20号开始上课。只要登记报名，就会帮你预备茶点，精美的点心、精美的座位希望能够一起来接受装备。而我们下礼拜有青年牧区的卡达加的活动，如果你对骑脚踏车有兴趣，庆祝60周年，想要在60周年的活动当中留下精美的照片呢，也可以来报名参加，或是找周报上面的 QR code 来报名。当天青年礼拜是暂停的。我们的陶家互助社在增全职兼职的干事，有兴趣的弟兄姐妹也可以来向互助社或是向社长中医长老来询问。还有我们的平安7月节的音乐会的门票，还有20张。如果你也对这个平安7月的音乐会呢有兴趣，或是邀请福音朋友，也可以来邀请所完为止。那我们的龟山教会跟我们一样，在今年都在庆祝60周年。那他们有一个60周年的桌球赛，我们是办在8月30号。龟山教会他们比较晚决定，但是他抢先办在我们提前一周我们叫做嘉南杯，他们叫做什么杯？龟山杯，应该叫龟山杯。那我们教会有派代表组队去参加，也为我们的嘉南的队员们为他们来加油。而台2区的廖万新弟兄在8月12上个礼拜2蒙主恩召，享受90岁那在这个礼拜要举行告别礼拜和安放礼拜，愿主安慰的灵也与余族同在。那明天呢，牧师跟全职同工有1天的退休会，但是明天的教会依然正常开放。所以如果教会各样的活动呢，我们都是正常来进行好，那我们一起来读经介绍，我好像还没有介绍。今天有一位新朋友在我们当中是李梦旭弟兄。李梦旭弟兄不晓得在什么在这个前面这个地方，我们拍手来欢迎李梦旭李弟兄。李弟兄是住在树人一街，住在树人一街，我们非常的欢迎。好，那我们还有一位是不是？这里还有新朋友，请你站起来，我们拍手来欢迎，是谁的朋友？信吉兄的朋友欢迎你。我看他很早就来教会了欢迎。信吉在哪里？好。对，信吉在教主日学，在儿童牧区。好，那我们来读今天的圣经文经文是马太福音22章34到20节。我来读双数请大家来读单数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就聚集在一起。其中一个法律教师想用一个问题来陷害耶稣。他问老师，在摩西法律当中，哪一条诫命是最重要的？耶稣说：“你要全心、全情、全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诫命。第2条也一样重要，你要爱邻人像爱自己一样。摩西全部的法律和先知的教训，都是以这2条诫命为根据的。这是下一对，到这里我们今天很高兴庄德章牧师能够来跟我们分享好，那我们能够有这个礼拜堂庄德章牧师他也真的是
上帝透过庄牧师啊，让我们能够有今天这个场地。怎么说呢？因为我们这个场地是我们把观音的宣教基地好卖的钱好，然后来转买这个富邦银行的2楼。好，所以当初呢买这个观音的宣教基地呢，就是庄牧师的意向哦。那时候呢，他也成立了这个庇护中心。好，那庇护中心每一年都接政府桃园县政府1000多万的案子，就把这些接的政府的案子的经费，好这样子省下来，好，然后来买了这个观音的宣教基地啊。好，那没想到20几年过去之后，上帝也透过当初的这个一点一滴，好，让我们今天有这个舒适的空间啊。好，所以非常感谢庄牧师好在江南教会所带来的建设哦。那我们今天好很高兴他能够来跟我们分享最大诫命的实践。好，那我也邀请大家用掌声好来欢迎庄德章庄牧师。陈牧师、各位长子、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当初在处理这3个社会福利机构在财务上因为我们很会打算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些节省的钱做更好的使用。那当时候的财务长老就是廖勋长老，他就坐在这里谢谢他，谢谢他，因为他是会计方面的专业所以呢，他设计了一套符合县政府的要求所以我们可以把节省的钱怎么样做好的运用感谢主，也让我们当时候用4500万买的那一块土地，但是那一块土地当时候的市价是6000万所以我们就买的时候就现赚了1500万后来可能离开了以后教会可能有另外的想法，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好好开发那一块土地但是感谢主了我们卖的时候那个价钱又 double 所以我们才有这个足够的经费把这一层楼买下来做其他的使用所以凡事都有神美好的旨意跟安排那在22年前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就跟我反映说，牧师台语很好但是年轻人学生进来都听不懂我们的台语因为台语比较深而且它是比较属于方言文言性的不像我们一般在讲的台语它是比较文言性读册人以前读书人在讲的这种台语那所以有一些学生、一些客家人、一些外省人原住民，他们很喜欢来教会但是一进来就听了一次就出去了有一次那个中立圣德他们来了，学期初来了50个学生，第2个礼拜通通不见了为什么我知道他们不见？因为他们做完礼拜要我盖章回去的话他1学期都有来做礼拜就算学分。我就问另外一个谨慎的一个会长，我说你们那个50个学生怎么通通不见了都没有来让我盖章。他说他们进来听不懂台语所以就下个礼拜就不来了。我就在想，教会是不是要开个门，让那一些听不懂台语但是需要在华语上领受的能够进入到教会里面来。所以后来我就在长执会提出这个议案说我们来设华语礼拜。你知道在开会第一个这些长执的给我的回应是什么？长老教会是不讲华语的。我听的都3条线，你知道吗？但是长老会的体制就是多数决嘛大家都不赞成，所以我就安静但是那种催促感就很深那后来我就想了一个方法说好，那我们来做问卷调查所以就有一次大礼拜我们就问卷调查需不需要来增加一堂华语礼拜就发下去将近200份的问卷，回收的时候7成的弟兄姐妹都说需要，特别是有的他家里有孩子
他们听不懂，他们需要或者是太太是台湾人，先生是外省人一个人不同的教会做礼拜，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华语礼拜好。那后来我提出来这个统计数字长执会就闭口了但是心里又有一点不是很舒服了但是为了让他们有下台阶就说这样啦我们先试办半年。如果半年没有超过50人聚会我们就取消。他们说好，牧师我们就试半年。所以我就去公报社买了50本的国语圣诗。其实那个国语圣诗翻得不好台语翻得比较好所以半年以后发现那个50本圣诗不够，还需要再去买50本所以他们看到那个出席人数。长执会说：“好啦，既然有超过50人那我们就继续做吧。”所以那是23年前的事所以今天牧师能够来华语礼拜讲道其实我感受特别深，你知道吗？所以如果我们把礼拜天的华语礼拜再加上礼拜六的，我告诉你，加起来的人数不比台语礼拜少。所以教会一定要有那一种创新，要开启不同的门，让弟兄姐妹这些未信者因着他们的需求进入到教会里面来。所以你看我们办很多那些活动，都是为了开启一扇门，让弟兄姐妹进来。特别为了要敬拜赞美。牧师那时候我们讨论，没有来上敬拜赞美的课的你是音乐系的也不准上去带。我们上了2年的课牧师陪着他们，每个礼拜上2个小时，坐在那边听课，从圣经的基础开始上，然后各式各样找得到敬拜赞美的老师来上课。上完了以后，我们讨论，什么适合我们长老会使用的敬拜赞美的模式，然后我们就成立了6组。那我不知道，还在带的这些，当时是不是还有人，有跟牧师一起上课一直维持到现在。所以看到这些以前的长执，他们自己带包括廖勋长老，他都自己带一组对不对？你那一组叫做什么组啊？全福会，对不对？都打领带，全部都是男生，一排出来20-30个都打领带，哇，好像在唱军歌，你知道吗？很感动。所以真的教会的能够往前走。都是我们愿意一个开放的心，为了神的国度，我们愿意学习所以也劝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多多的学习，因为有学习你才有服事嘛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这些上课你一定要学习，神就会给你感动，找到你的恩赐来参与服事。你知道我当时候我们买了第一台那个投影机开始放投影片。当时候第一个主日我放投影片的时候，一个做完礼拜一个长老下来说：“牧师，你讲道就讲道，你为什么还要放投影片？你放投影片害我都不专心听你讲道。”我都有3条线，你知道吗？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投影片那个投影机坏了他说：“牧师，你今天为什么没有投影片？”我说：“对不起，他投影机坏了。”反过来，你知道吗？没有投影片反而是大家反而不习惯。这就是教会也是要跟着社会的进步嘛。这样呢有牧师的讲道，有好的预备，再加上好的投影片，我们也要谢谢师母所有的投影片都是他做的，谢谢他。你知道他做投影片要花多少小时？你知道吗？他要花8个小时。所以你看那个投影片。虽然我给的文字很多，但是他就把它浓缩几句话，然后放一些图片。所以当你听牧师在讲到然以后，眼睛又看投影片，你就会有很深刻的印象牧师在讲解什么。那早上牧师要通过这几节的经文，用一个题目“最大诫命的实践”来跟大家分享上帝宝贵的话语。首先，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满有恩典的阿爸父上帝，感谢你使我们众人平安经过1个礼拜，让我们再一次来进入你的圣殿，一起敬拜赞美你。
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你圣经中宝贵的话语。我们恳求您圣灵保惠师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不但赏赐平安，也将你圣灵的感动常常充满在我们的内心。我们恳求您继续圣别底下宣讲你话语的时间，让听的与讲的都能够专心有好的领受，也使你的仆人有传讲的口才恩赐，还有好的声音，使听的与讲的在你神圣的面前都能够同得造就跟祝福。我们这样献上感谢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荣耀的名，阿们。在马太福音书第22章第34节里面，我们可以读到主耶稣当时代的两种宗教人士，一个就是撒都该人，一个是法利赛人。那撒都该人呢，是当时候的当政的领袖，他主要的成员呢都是祭司的贵族，握有实权来统治犹太人。他们为了讨好当时候的罗马政府，他们赞成犹太人要希腊化，所以呢就很不得这些犹太人的尊重，也不得他们的喜欢。他们不相信有死人复活这一件事情。而法利赛人呢，乃是很严格的来遵守犹太人的摩西的律法，并且还有为了解释律法所加上去的一些传统。那这些成员大部分是平民的身份，而且是经学教师或者称为法律教师，因为他们的信仰还有生活非常的敬虔，而且主张要维持犹太教的传统，所以他们也深受犹太人百姓的尊敬还有喜欢。他们相信有死人复活的这件事情。而使徒保罗他原本也是属于这个法利赛人当中的一位。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呢，他们在信仰还有政治的主张上呢，原本是对立的，但是因为主耶稣的出现，对他们两派呢的身份地位都产生威胁，而且主耶稣在一些公开的场合都同时在批评他们是虚伪不实在的，所以这两派人竟然合作一起来对付主耶稣。所以在前面撒都该人为了抓耶稣有关宗教信仰的把柄，他就问了一个有关死人复活的事，但是却被主耶稣很轻松的把它化解，并且把它质问回去，而这个质问就失败了。所以接着呢，法利赛人呢便提出另外一个问题来质问主耶稣，希望通过这个问题来考倒主耶稣，并且可以抓住主耶稣的把柄来陷害他。这也就是马太福音书第22章35到36的经文所描写的情形。其中一个法律教师想用一个问题来陷害耶稣，他问老师，在摩西法律当中哪一条诫命是最重要的？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摩西的律法除了10条诫命以外，其他在摩西五经所提到的这些的法律，再加上解释法律以后所产生的传统，总共有613条，613条这么多。所以这个质问耶稣的这个法利赛人，他的内心可能就在那边想，613条的法律，耶稣你不可能每一条都记得很清楚，而且可以抓到重点，并且你要把它解释清楚，可能也很难，所以呢，最好呢你是记错了或解释错了让我有把柄可以抓，然后呢来陷害你。但是主耶稣回答法利赛人的质问所给我们的答案，我们发现主耶稣竟然他可以把613条那么复杂的律法跟传统，把它简洁的浓缩成为2条，来答复法利赛人。这也就是马太福音书第22章37到40节所记载的内容。耶稣说：“
你要全心全情全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诫命。第二条也一样重要，你要爱邻人像爱自己一样。摩西全部的律法和先知的教训，都是以这2条诫命为根据的。主耶稣的答复，虽然当初是为了回答法利赛人要设计陷害的质问，但是主耶稣他所答复的内容，却很具体，确定了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那个最大又最重要的诫命，乃是要爱上帝，并且要爱邻人像爱自己一样。通过这样来回应上帝的大爱。而爱邻人像爱自己一样，和合本圣经把它翻译这句话说：爱人如己。今天早上我们就要一起来思考跟学习，我们要如何来实践出这2条最大且是最重要的诫命。我们若是有好好的去注意这2条最大且最重要的诫命的内容，爱上帝还有爱人如己，其实它不只是2条诫命而已。其中你还可以发现有第3条隐藏的诫命在那个里面当中，而其中这一条乃是居于爱上帝跟爱邻人的中间，那个就是要爱我们自己。因为爱人如己的里面，除了爱别人、爱邻人、爱那一些至微小的弟兄姐妹以外，更重要的是要能够爱自己。因为一个不会好好的爱自己的人，自然他就不会爱别人，更不可能去爱邻人，就像爱自己一样。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从这3个方面来看，我们要如何去实践出主耶稣所教导我们那个最大且最重要的诫命，就是要爱上帝。那爱上帝的同时，你要通过爱自己跟爱邻人来回应神的爱。实践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最大诫命，就是要全心全情全意爱主你的上帝。在和合本圣经这样翻译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不论是全心全情全意，或者是尽心尽性尽意，这个都是在表示我们全人的身心灵，我们全部摆上去爱上帝，而没有留下任何的一丝的空间空档留给我们自己。这种全人奉献给上帝去爱他的描述，在理性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会同意的，内心我们也都十分愿意。但是实际上且具体的表现，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可以摸得到吗？我们可以很具体很实际的把它衡量出来吗？一般我们的表现时常是口说无凭，也就是说用嘴巴讲得很快很容易，但是却十分的空洞，而且又不具体，甚至有时候说的时候是口是心非。全心全情全意的爱主你的上帝，第一个具体的表现，乃是用实际的行动去敬畏上帝，还有顺服他的旨意。透过这一种态度，来表现出对他很具体的爱。在《申命记》第10章第12到第13节，这样教导我们说。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好，读华语的，好，上面是台语的，下面我们读华语的。《申命记》第10章12到第13节，一起开口读，来，预备，来。以色列人啊，要留心听上主你们的上帝对你们的要求，你们要敬畏上主你们的上帝，遵行他一切的诫命。你们要一心一意爱他，侍奉他，遵行他一切的法律，为了你们的幸福，我今天向你们颁布上主的法律。敬畏上帝，才会一心一意的爱他，还有愿意的来侍奉他。敬畏上帝，也就是 fear， 害怕上帝。这个里面原文的里面没有这个敬，没有这个尊敬的意思在里面。里面它就只有畏，就是恐惧、害怕。
这才是真正敬畏上帝他原本的意思。我们需要知道，上帝他是活活存在的，并且他是时常鉴察我们内心的，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一切所行、所作、所为、所说，上帝他都看得一清二楚。所以，上帝不喜悦的人事物，我就不看、不说、不听、不想、不做；上帝所喜悦的人事物，我就要看、要说、要听、要想、要做。敬畏上帝，还要时常记得我们在上帝面前真实的身份，还有地位。我们是他宝贵的儿女，我们是他在家中教会的仆人，也是他国度的管家。也请我们众人务必要记得一件事，就是我们不是主人，上帝他才是主人。我们个人的生命、家庭、财产、服饰、身份地位等等，这些都是上帝他所赏赐给我们，让我们来管理的。我们只有管理权，我们却没有所有权。所有权都是单单属于上帝，单单属于主耶稣基督。这些信仰上的真理，若是认识不清楚、不明白，在教会、在家庭、在社会，我们就很容易超越了我们自己的本分，就很容易跟别人产生争权夺利，还有跟其他的基督徒或者是教会其他的教派，很容易就产生不必要的冲突还有纷争。我们也会利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能力，还有服事的职分，去涂抹我们自己的私利，特别是在金钱、权力、性关系还有骄傲上，以至于呢，我们就伤害了上帝，伤害了教会，伤害了我们的弟兄姐妹，最后也会伤害了我们自己。牧师牧会在退休前，总共在教会、在机构服侍了36年。曾经在5间教会牧会过，也曾经在2间教会机构服务，也曾经担任过1间长老教会所属的大学的董事，有6年之久，也担任过长老教会所属中会的副书记还有书记，也担任过4间没有牧师教会的小会议长，也担任过桃园联导会的主席2年。在担任这些职分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必须要去处理一些有关教会跟机构的人事的纷争冲突。在处理这样的人事的纷争过程当中呢，我个人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身为基督徒、身为教会或机构的领袖，竟然眼中没有上帝的存在，只有自己的意思，只有自己的私利。上帝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是不存在的，所以他们才敢胆大妄为，说僭越狂妄的话，造成教会的分裂，造成机构财务的严重受损。事过境迁，几年以后回头再看这一些眼中没有上帝的这些教会领袖，让我看他们的后果我真的都起鸡皮疙瘩。没有几年，神就伸手大大的管教他们。所以我的心里只能够说，上帝是活的，我们是得罪不起的。所以我们在座，我们有的是教会的长老、教会的执事、教会的牧师，这是我们要非常小心谨慎的。马太福音书第7章15到23节，主耶稣所说的2种果树的比喻，在最后他这样斥责那一些不顺服、不实行上帝旨意的基督徒，甚至是教会的领袖，这样说这个经文非常重要我们要一起来读华语的一起开口来，预备来。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只有实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在末日来临的时候，许多人要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曾奉你的名传上帝的信息，也曾奉你的名赶许多鬼。
行许多奇迹。那时候，我要公然地告诉他们，我从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走开吧！有恩赐传上帝的信息，奉上帝的名赶鬼，行许多奇迹，这可都是有恩赐、有能力的基督徒，甚至可以说是教会的领袖。但是他们却因为不顺服，不去实行上帝的旨意，最后却被主公然的对他们斥责，甚至是拒绝他们，对他们说：“我从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走开吧！”若是我们信主，我们服侍主一生，最后所面对主末日审判的下场，竟然是被主所拒绝，所赶离开他面前。那么我们只好悲惨的下到阴间的黑暗之处，到那里去哀哭，到那里去咬牙切齿，到那里去后悔不已。实践主耶稣所教导我们最大诫命爱上帝的第二个具体的表现，就是我们要爱邻人，要像爱我们自己以前呢，我们先要好好的爱我们自己。爱自己并不是只顾自己的好处那一种自私自利的爱，乃是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他所爱的宝贝的儿女，我们是他国度的王子跟公主，是有尊贵的身份跟地位。我们要用上帝的爱先来爱我们自己，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牺牲的大爱里面，让我们过去所犯所有的这些罪，不论是得罪上帝、得罪别人或得罪我们自己的这些罪，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呢，我们能够完全的得到饶恕，得到洗清，在他的里面，我们重生，来成为一位新造无罪无瑕疵的人。当我们信主受洗以后，我们都有领受这方面的教导，在理事上我们也都接受这样的教训，但是实际上我们内在的老我旧我，却依然继续不断的在控诉，在影响着我们。特别是从我们过去的原生家庭、学校教育、社会风气，还有个人的想法，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却依然保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而这些呢，都是不符合上帝心意，是一种错误的价值观，还有一种想法。例如，过去台湾人的家庭，因为祭拜祖先，为了要传承香火所产生的重男轻女这样的一个观念。生了男生说男孩是万金啊，女孩呢1000斤啊，两个差多少？差9000斤。即使到现在，不只是一般人受到影响，甚至一些基督徒的家庭到现在仍然还是受到他很负面的影响，特别是在女性姐妹的身上，都还可以感受得到，父母对男孩兄弟的偏爱看重，这种偏差的观念的影响，往往让女性的姐妹们有那一种埋怨自己身为女性的不幸，还有看轻自己，说自己是翡菜命、菇菜命、韭菜命韭菜命，可有可无，没有什么重要性。这种对自己的看法是错误的，是受原生家庭父母错误的观念所造成的，而父母的这种观念却是受祭拜祖先传承香火的错误观念来的。正确的圣经的观念教导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不管男女，我们都是上帝用他宝贵的形象所创造的，男女是生而平等，女人甚至是男人的帮助者，这是圣经讲的女人是男人的帮助者，可以帮助别人的，往往就是比那一些被帮助者要来的优秀，优秀才能够帮助别人。女人的被创造是用男人的一根肋骨，而男人呢是用那个很平凡的尘土所造的。在受造的本质上，女人是比男人还优质、还优秀。在场亲爱的姐妹们，你们已经信主而且受洗来归入主的
名下。请问你们有好好的爱你们自己吗？你们肯定你们身为女人、身为妻子、身为母亲、身为职业妇女的重要性吗？你们有肯定吗？有，好。还是你们仍然在自哀自怜，甚至看不起自己呢？请你们务必要好好的先爱你们自己。你们若不会好好的爱你们自己，你们就不可能有足够的爱来爱你的家庭，爱你的丈夫，爱你的孩子，爱你职场上的主管、同事跟部属。因为要爱别人以前，一定要先爱自己。不会爱自己的，也一定不会爱别人、爱邻人。实践主耶稣所教导我们最大诫命爱上帝的第3个具体的表现，就是要爱邻人，就好像爱自己一样。依照犹太人的想法，爱邻人一定是指那一些同族的人。主耶稣的时代，当时候的犹太人，他们是非常厌恶外邦人，甚至连有一点跟外邦人混血的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都讨厌。那些用武力来高压统治他们的罗马人，就更不用说了哈，他们更恨之入骨，很期待早早的能够推翻他们的殖民统治。但是主耶稣的教导里面，那个邻人不是一个狭隘的定义，乃是一个很广义的一个定义，是包括撒玛利亚人，包括外邦人，甚至是他们的仇敌罗马人。这也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雅各井边跟撒玛利亚妇女来谈论活水之道，在格拉森外邦人的地区医治了被鬼附身的边缘人，又是外邦人，而且他又医治了罗马军官的仆人，他又医治了长大麻风的撒玛利亚人，他又医治了迦南妇女的女儿。耶稣甚至教导跟随他的犹太的这些门徒说，要爱你们的仇敌，并且为迫害你的人祷告。德蕾莎修女出生在1910年的8月26号，她过世在1997年的9月5号，享受87岁。她是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人。她虽然生长在那个地方，但是她的一生的服事却奉献在印度，在那个地方来服务那一些最贫穷的印度人。也因为他的服事，他被称为贫民窟的圣人。他在1979年来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德蕾莎修女她到印度加尔各答去服事的时候，她原本是在一间女子学校，在那边当老师教学，生活环境很好，也很单纯。那她放假的日子呢，她就会到学校附近有很大片的这种贫民窟，有很多的穷人，甚至有很多的穷人是属于贱民，所以当他们生病要死的时候，是没有人管他的，他们就好像一条快要死的狗猫，就丢在路边，丢在那个黑暗之处，就让它自动死掉。当他看见这些人无助的就这样死了，没有一个人的尊严，他心里就很痛苦，他就很想来帮助这些人。所以有一天，他就下决心，他要离开那个舒适的学校，他要进入那个贫民窟，来帮助这些贫穷人，甚至这些即将垂死的这些人。所以，当他提出辞职向主教来提出的时候，主教召见他，并且问他：“你凭什么能力？你认为你有能力来做这么重的工作？你有什么资源吗？”德蕾莎修女对她的顶头上司主教说：“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有一双手，我有一颗爱上帝还有爱人的心，我认为这个就足够了，我可以做那个神要我做的事。”主教看他的那一种决心，后来就准许他离开学校，进入到那个贫民窟，做救助贫人的事。他当初虽然是一个人做，后来这些毕业生也好，或在校的这些学生，听到他的老师在做这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他们
就拨出时间来参与这样的服务贫穷人的工作。后来甚至有的毕业生就奉献他们一生来跟随他的老师，做这样的一个有意义的服侍的工作。所以后来在1950年，他与12位的修女就共同创办了仁爱传教修女会。在他服务了一段时间以后，有记者来访问他，问他说：“你用这么长的时间在照顾这些贫穷人，你难道不感觉很辛苦吗？”德蕾莎修女这样回应说：“我以服侍贫穷人，就好像在服侍我的主。当我在服侍我的主，我就没有将这个服侍当作是一个辛苦的事了。反而我看服侍我的主，服侍贫穷人是一个又快乐又有意义的事情。”如今，这个传教修女会，在全世界71个国家，成立了740多间的救济院，119个麻风病院，在有700多家的巡回诊所。最近这几年又成立了艾滋病的服务中心。这个专为贫苦中的自苦者的服务慈善机构，如今已经遍布了全世界，而且有将近5000位的修女继续来跟随着德蕾莎修女的志业，受她的感召而投入这样的志工超过100万人，其中这些志工也有从台湾去的志工在这里面。德蕾莎修女所做爱的服事，也正是马太福音书第25章31到46节，主耶稣在论审判的日子当中，这个比喻当中，特别在40节，他这样强调说，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一起来，预备来。我郑重地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为我跟从者中最微小的一人做，就是为我做了。当我们为了最微小的弟兄姐妹所做的，就是做在主的身上。这种爱的行动，是在回应坐在上帝的身上，这也是顺服上帝对我们的命令，按照他的旨意去行。这些也将成为我们未来我们在面对末日审判能够得到奖赏或者是得到惩罚的一个依据。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去行善做好，我们只是为了回应上帝对我们的大爱。这是上帝已经交托给我们基督徒的权利，也是责任。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你们施舍的时候，别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行善做好，跟一般这些未信者的行善做好，那个背后的动机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行善做好是为了要积功德，是为了求心安，甚至是期待将来，因为做这些好事可以有好的投胎转世，这是非常功利主义的一个主张。因此有一些其他的宗教团体，只要稍微做了一些善事好事就赶快的大肆宣传，唯恐天下不知，希望能得到好的名声，甚至因为这个好的名声呢，可以得到更多奉献的善款。按照上帝的眼光来看，他们在世上所做的一切的善事好事，他们都已经得到现世的回报了，在未来的世界已经没有任何的功劳可言可以累积的。马太福音书第22章34到40节所记载最大诫命的实践，就是全心全情全意爱主你的上帝。而爱上帝的第一个具体的行动，就是要能够先敬畏上帝，要顺服上帝的旨意。第二个具体的行动，就是要先会好好的爱我们自己。第三个，就是要爱我们的邻人。而这个邻人，除了包括我们所亲近的左邻右舍、我们的亲朋好友以外，还有包括那一些社会的边缘人，
甚至是那一些自微小的弟兄姐妹，甚至还包括那一些迫害我们的仇敌。有一首赞美的诗歌，它的歌名就叫做《爱，我愿意》。歌词是这样写的，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这个诗歌很棒，等一下我们也回应诗歌，也是要唱这一首。我们一起先来读一遍这个歌词，来，预备，来。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的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得自由释放。副歌，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的怀抱中。你是我的，你是我的主。愿上帝的话语还有诗歌，成为我们众人的劝勉还有祝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阿爸父上帝，感谢你的大爱，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让我们透过他来经历到你真实的大爱。我们也恳求你，让我们时常记得你对我们的爱，也学习你的样式，用同样爱的方式来爱别人，像爱我们自己一样。通过如此来回应你对我们的爱还有教导。我们也要将在座的弟兄姐妹交托在天父上帝你的手中，让我们遵循主耶稣的教导，让我们会彼此相爱，在生活当中来见证我们是属于你的人，也让我们彼此的相爱，爱那一些自微小的弟兄姐妹，因此可以吸引我们四周围还没有认识你的人来归向你。我们这样献上恳求跟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荣耀的名，阿们。我们是不是一起站起来，来唱这一首的回应诗歌？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副歌，我们再唱一次。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
起来领受主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门。请坐。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个时刻要一起来赞美这位蛮有能力的神。我们一起坐着来唱。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你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永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再一次来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你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永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哈利路亚！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感谢主啊！我们今天有一位新生儿第一次来聚会，来到教会做礼拜啊，我们要一起来为他来祝福啊！好，是我们丽雅的宝贝啊！好，我们一起来拍手来欢迎。好，那恭喜丽雅哦！好，那他的这个是儿子，叫做佑泽哦，好，佑泽，我们好来上来，哇，长得好漂亮哦！这个应该说长得像大卫，面目清秀。好，我们来为佑泽来献上祝福。财大八父神，我们感谢你赏赐佑泽在利亚的家中，在他们夫妇的当中，主啊，能够有上帝敬虔的后裔、属灵的产业。主啊，求你祝福佑泽能够平安健康的成长，有神爱他的心，还有众人爱他的心，都能够日的增加。主啊，求你保守佑泽他能够走在神的道路，能够在神的家中接受装备、接受栽培，能够成为上帝所拣选、所使用贵重的器皿。也祝福利亚夫妇全家，主啊，都能够大小蒙福，都能够恩上加恩，福上加福。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红包要来送给新生儿哦。好，对，所以我们台湾的生育率越来越低，好，但是我们教会生育率要怎么样？越来越高。好，所以我们要来祝福我们的每一位年轻人啊。好，那来，我们来恭喜，好，拍手来恭喜。好，我们要再次来谢谢庄牧师还有秀娟师母在我们当中的服侍，我们再次拍手来谢谢牧师师母。好，那庄牧师还有师母呢，他们今天还会住在教会。好，如果你想要跟牧师叙叙旧，要跟他拍照，或是你买的他的书需要他来签名都可以利用今天的时间。好，那牧师师母他们已经做阿公阿嬷了。好，他的儿子呢现在是师长，好，在台南这是大儿子，这个玉民，好玉恒，好，然后玉恒。对，一个是师长，一个现在在开公司好，那跟牧师师母都住在高雄好，所以下次如果要去找牧师师母呢，就要到高雄去拜访。好，我们愿上帝来祝福他们。好，我们拍手来谢谢他们。好，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呢就到这里，我们彼此来请安，好，彼此来祝福，好，愿神祝福大家。好，记得9月7号才有爱餐，好，请记得准备20元